喺以稻米为主食的国家当中，台湾嘅消费量係偏大嘅哦，到上年当然是冇50公斤，日本係68公斤，南韓係108公斤，係我哋嘅2批國家哦。台灣政府為錯個講大對小麥嘅意思，鼓勵大家多食飯。按你嘅富裕睇，南韓是得講係貪唔到嘅，行下睇南韓嘅街路巷，看唔到嘛嘅進口嘅菜，消費電子產品也如係韓國製嘅，而唔單止好用國貨哦，食的東西昂貴如愛是國產嘅。故說南韓政府給他推動嘅重點呢，比如下睇食菜體嘅東西，愛上網補係傳統市場嘅生意。对家后拿出两盒豆腐，详细看那3天同奶。佢係嫁到韓國嘅台灣人，見到嘅禮拜6日，做了韓國嘅老公去買貴禮拜而食的菜。這個豆腐是進口的，它寫蘇葉是進口，蘇葉山是進口的。那這個呢，就是又是國產的，它國產都會特別大。買菜時節，佢會特別注意泡頭烘嘅身體。嫁到韓國過後，一幾年訓練下來。佢發現所有進口嘅泡頭烘嘅師祖當西，國產品味嘅老師就特別大。韓國同南韓基本上係個冇寫講係國產，太替做嘅進口嘅。佢拿到菜嚟比下，做拿國產嘅菜變到差行，唔係國產嘅就變到轉去。這100%都是韓國米，這邊沒有進口米，全部是100%韓國米。對面到牛肉，南韓國內出產的食物價值就比進口貴。不過南韓人有菜體消費習慣，一天先食國產的，故所3天泡食就當重要。拿牛肉做例嘅，南韓做到同2007年11月咧，主管機關農林水產部就推動牛肉利制，民眾自家選而是美國牛肉、歐洲牛肉，也係韓國牛肉。南韓人好食國產的，故所無論係同傳統市場，也係超級市場。乃做寫清楚3天，連買唔買又未強要，同時避免南韓政府和農協唔是在吹角，也係南韓獨到問題係，現代人越來越關心超級市場，故所傳統市場要面對生存的危機。南韓人認為傳統市場和農村的生存有直接的關係。 대행 유통업체들의 그 판매 실적이 높아지는 것은 사실입니다. 그러나 시골에 있는 재래시장이라든지 전통시장도 농촌의 문화와 연결하고 농촌 지역민들의 생활과 연결되어 있기 때문에 그쪽이 발전하더라도 전통시장도一搭喺近期頭嘅烏山傳統市場，離蘇尼市中心大概50公里。市場管委會同中央嘅行農行高調等大麻布嘅布條，向大型嘅超級市場宣戰。同時，傳統市場要開始改革，當局要在一旁注重衛生，駕駛寫清楚，韓國清娜娜嘅同仁服務。因為他們韓國就是那個一般大型超市的服務很親切，那個傳統市場就想要跟大型超市拼看看，然後他們就說，那他們就宣言說，我們這邊有300個店鋪，如果有一個店鋪是不親切的，那我們市場就是0分了。所以他們是強調說，我們這個市場是非常親切的超市。為了本南韓的傳統市場保持競爭力，南韓政府和農協向強下發行了一種和全國的傳統市場最用得的消費券，係講東西買太多嘅生活錢唔啦，就算同買肉嘅攤呢，未做得實卡。 저는 여기 한 20년 됐어요. 예, 그 슈퍼마켓도 했고 노점에서도 하고 그래서 20년이 됐는데 우리나라 자부심을 갖죠. 우리나라에 맞는 체질에 맞는 야채가 나오기 때문에 제일로 건강식품으로 한국에서 제일 알려져요. 예, 그래서 저도 자부심 갖고 우리나라 수입하고 차이를 두고 자신 있게 설명을 하면서 팔아요.烏山市場並唔係特別利嘅，同蘇尼市中心係一個100多年老市場廣場市場，同樣未頭轉型，同大型超級市場按發展嘅時代，南韓嘅傳統市場在為下一個100年生存打拼。
네.